宗师岑能先生铜像落户揭幕仪式在花都隆重举行。此次活动不仅是咏春文化界的一大盛事，更标志着花都区在深耕本土历史文化、传承与发展传统武术、推动全民健身事业方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众多咏春传人、文化学者、政府代表及市民群众齐聚一堂，共同見證了這一具有深遠歷史與文化意義的時刻。推動傳統武術嘅詠春文化起到一個作用，佢唔單止喺國內推，甚至喺國外，全世界場內開花，場外香。因為我本身又係醫生，同呢個醫德方面咧，我覺得阿岑能咧，佢喺呢個方面做得好好。因為運動同埋醫學係好接近嘅，你冇一個好嘅身體，你做唔到醫生啊，係咪？因為武術嚟講咧，係我哋中國嘅國粹，對於個人嘅身體嘅素質係好緊要嘅。我哋大家認識詠春拳係好多個支系，其中岑能屬於一個，亦都係詠春拳主流嘅一個支系嚟。